中华枪友文教协会分别赞助新南国小2支棒球队的出国旅费，包含传统家庭创新剧团、甲嘉泰好金剧团的演出费用。合作之下，看到每一个团体都一再的成长扩大、进步，这几家枪友会的荣幸能够跟各位团体们能够持续的共同成长。那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再让整个活动再继续承接下去。关键仪式伫新南国小举办，台南市副市长杨泰山特别出席，并颁发感谢状，表示该协会是台南上好的朋友。感谢枪友会大力的支持台南市这么多的团体还有学校的一个工作，所以特别的感谢他们。新南国小校长感谢协会赞助，期待未来会当共同培育出各级的体育选手。嘉泰好景剧团甲协会共同合作推动文化艺术长达8天的时间。北方传统家庭创新剧团是传承台湾传统文化。枪友会希望会当透过捐款来支持，让在地体育甲艺文有更较好的发展。台南新闻小怀采访报道。